这里是拱卫首都、山清水秀、天蓝风轻的绿色屏障。这里是首都市民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供应基地。这里是首都游客理想的避暑胜地、养生天堂。这里就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最美的京郊草原，避暑之都乌兰察布。北京往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。乌兰察布是内蒙古距北京最近的大草原，近300公里距离。说乌兰察布市是北京的卫星城也不过分。目前连接首都北京的公路干线有 G6、G7 高速公路和110国道，铁路有国家东西大动脉京包附线京停吉宁。随着京沪高铁客运专线2019年开通，北京到乌兰察布仅70分钟。乌兰察布与北京的航班飞行不足半小时，3个小时的自驾，1个小时的高铁，30分钟的飞行，使北京和乌兰察布真正进入同城时代。每个人心底蕴藏的草原梦从此触手可及。乌兰察布是名副其实的草原博物馆，这里有高山草甸、辉腾西乐鲜花草原，感受清凉的天光地彩，忘记炎热，进入绿蓝凝重的仙境殿堂。这里有那达慕摇篮、格根塔拉草原，看长杆套马豪情万丈，观引弓射雕英雄壮志，领略草原汉子最热血的男儿豪情，以及草原文化的热力激荡。这里有3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察哈尔火山草原，北斗七星状湖泊，天然火山群奇观，举世罕见。由文化碰撞产生的迷人历史传说，多彩多姿。在被誉为塞外天湖的岱海温泉旅游区和察尔湖景区，你可以戏水冲浪、沐浴温泉，放松身心，品尝当地绿色有机特色小吃。苏木山森林公园、临湖古塞、红章、红石崖寺等景区，都是您登山静养、呼吸负氧离子的绝好去处。是中国北方避暑带的核心区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.8度，如同一天24小时开启着大自然的空调。历史上，北魏太祖拓跋圭、辽代和元清等6朝皇帝都曾在这里避暑狩猎，如今已成为北京市民避暑避霾、享受清凉最佳胜地。2014年10月，中国气象学会命名乌兰察布为中国草原避暑之都，国家荣誉命名，全国独此一家。每年夏季，当你身处都市，备受高温煎熬之时，置身其中，顿感身轻气爽，心旷神怡，酷热、喧嚣、压抑、烦躁的心情一扫而光。这里是北魏太祖拓跋圭出生地，窝阔台号令千军出征地，察哈尔文化发祥地，吉宁战役发生地，神舟飞船降落地。乌兰察布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聚集地，草原文明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神舟飞船一次次太空之旅，一次次平安回归，一次次书写着中华民族自豪且辉煌的篇章。作为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节点城市，历史上这里就是万里茶道上一颗光华璀璨的明珠。随着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成功获批，乌兰察布支线机场被确定为国际货运机场。顺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形势，乌兰察布实施蒙晋冀长城金三角，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，对接俄蒙欧经济走廊建设三大开放合作战略，全力打造全区开放发展新高地。优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，使乌兰察布草原孕育出享誉世界的精美食材。每年都有大量的鲜活农畜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京城，成为首都市民餐桌上的家常菜。牛羊肉奶、高原杂粮、有机蔬菜、绿色无污染的纯天然食材，加之草原民族灵秀珍巧的美丽乡里，使乌兰察布成为盛产有机健康、色味俱佳食品的美食天堂。莜面、荞面、土豆等地方名吃令人垂涎，烤全羊、手把肉、宫廷奶食等特色美食让人流连忘返。被评为中国10佳食品安全城市的乌兰察布，正倾力打造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放心豪爽地享受舌尖上的草原。乌兰察布市将生态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和重大民生问题，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，为首都北京筑起了一道绿色安全屏障，先后荣膺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，目前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环保模范城市、国家食品安全城市。随着2018乌兰察布周末好声音、中俄蒙国际美食节、乌兰察布国际马拉松等节庆赛事的举办，乌兰察布中心城区休闲旅游功能日渐健全，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强化，休闲集散功能更趋配套完善，一座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美丽时尚休闲度假目的地正在飞速崛起。近年来，乌兰察布市按照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求，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旅游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高起点规划、高强度投入、高标准建设、高效能管理，全方位推介，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。目前，全市1心2意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基本形成，旅游交通道路、旅游厕所和标识标牌导引等公共设施不断完善，智慧旅游系统正在加紧建设，文化娱乐、体育赛事、养老养生、购物休闲、节庆会展等旅游新业态日益丰富。乌兰察布全域旅游前景美好，魅力无限。此外，乌兰察布市抓住2022年冬奥会契机，将冷资源变为热产业，大力发展冰雪旅游、冬奥旅游，建设了良城岱海国际滑雪场等重点项目，举办了乌兰察布冰雪艺术节、米奥会、飞雪极限等节庆和赛事，
推出了皮草购物加滑雪加温泉加民俗加美食等丰富多样的精品线路，共享冬奥盛会，共享冬奥经济。真诚欢迎各界朋友走进环境优美、服务优质、政策优惠的乌兰察布旅游观光养生度假投资创业。来这里避暑，来这里度假，来这里投资，来这里自驾。京郊草原避暑之都乌兰察布，欢迎您。